小二，来壶茶。来了。追！在那边追！放了他们，不然我杀了你！哼！你快点放了他们两个！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我了吗？神府力士杀了神剑使者，神剑使者杀了神府力士。赶快向他们起手，不然我杀了你！ 怎么样才肯放过他们？我放了他们不是不可能，看你肯不肯合作了。说，你想怎么样？我给你2个条件：一，你告诉我大奇门的宝藏所在；二，把你所得的嫁衣神功交给我。 好，我答应你。但是大奇门的宝藏，我根本不知道在哪里。嫁衣神功在此，先叫他们停手。住手！ 嫁衣神功啦！要说怎么样？要说云峥，云峥，云峥，现在怎么办？他们12个时辰之后就会醒来。原来是这样，风九居然害了我1年多。 中堂，您告诉妖术，这段时间里我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大奇门的事情？妖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如果我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大奇门的事情，我就自行了断，以求对得起大奇门的列祖列宗。妖术，你放心吧，在这1年里，你只是被风九幽控制住了，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真的吗？嗯，那就好。 那就好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。唉，那天我走了之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之后都中了剧毒，我和风姐又跑了出去，一起运功把毒逼出来。可是我不知不觉就被他给控制住了。 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天中毒之后，我是第一个醒来的。孙毒说，我在危难之中帮他赢了风九幽，所以他就救了我一个人。其他的人怎么样了？ 什么？你说灵儿她死了？
不可能，灵儿，她怎么会死呢？灵儿，她怎么会死呢？二哥，你别太难过了。我已经把灵光妹妹放在很多花的花丛之中。那个花丛在哪儿？你带我去。我不相信灵儿她死了。就算她真的死了，我也要见她最后一面。你回去之后一定要小心，你爹的脾气又暴躁又固执，跟你一样。不知道你们见面会怎么样？太太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只要你跟他心平气和的谈，不要强求。站住！臭小子，老娘今天就要你的命！大娘，五福与大启门之间。臭小子，等你有了命再说。你先偿命来！慢着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少跟我装蒜！等老娘杀了你，为我那苦命的儿子报仇。为什么杀我替你儿子报仇？你那天杀了我儿子，你还想抵赖？哎，太太，大娘，他之前被人控制，才犯下了这个错误。你要报仇的话，就找风九幽吧。那是老娘亲眼所见，还要你来说不行？云遮，臭小子，少跟老娘耍手段，快把我的穴道解开！大娘，我实在是没办法才出此下策的。少跟我废话！你听我说，我……走吧。哎呀，可是，哎呀，可是我……快走吧！臭小子，给我滚回来！等我穴道解开了，看我怎么杀你！神剑使者，给我杀了这个人！竟然被我给杀了！谁说是你杀的？你那时被风九幽控制住了。可那还是我啊！那个时候你连我都不认识，怎么会是你呢？我认识的云峥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，但被风九幽控制的人是我不认识的人。我口口声声说要化解五福联盟与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可是现在我真是没用，我真是没用啊！我真是没用，没用，没用啊，没用啊，没用，我没用，没用，没用。人死不能变活，要恨也只能恨风九幽了。我们快到了，你先劝服你爹，然后再去想怎么和盛大娘把事情解释清楚，好不好？妖叔、三哥、竹树、四弟，走，跟我见掌门去。嗯。爹，
来了。征儿，爹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小弟，大哥，小弟。 小弟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如果不是中堂，我和征儿恐怕就回不来了。征儿，你不愧是爹的好儿子。爹，是二哥救了我和姚叔，立功的是二哥啊！你不要提你二哥，他是叛徒。我们大齐门没有这种人。 你听见没有？爹，大哥，灵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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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你，堂哥来晚了，堂哥来晚了，灵儿，灵儿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啊？灵儿，灵儿。 对不起你，灵儿，灵儿，谁是你的灵儿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打扰您了。 我在这里找一具女尸体，您见过吗？尸体，尸体，那是我的女儿，你找她干什么？她是我的未婚妻。不要过来！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我们的仇家，现在又想来害我的女儿了，你休想！快走！娘怎么了？干嘛跑这么匆忙？我们赶快走，外面有个武功高强的仇家找上门来了，娘打不过他，咱们赶快走吧！啊！灵儿，玲玲，堂哥哥。 哥哥，灵儿，其实他很可怜的，他几年前在仇杀中失去了女儿，所以一直就这样有些神志不清。 才会把我认作女儿的，所以，你为了不再让她难过，就认她做了娘。她对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好。其实这样也好，你在这个世上又多了一个亲人。不过，我最担心的是沈星白那小子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。 娘，来，
就是女儿曾经给您提过的那个堂哥哥。啊，这就是你说的草娃娃，堂哥哥。哎呀，我们玲玲啊，就是好眼光，找的男人呢也是个好模样。多谢前辈夸奖，刚才晚辈多有得罪，还请前辈见谅。哎呀，不要客气，都是一家人了啊。哎呀，真是高兴啊！这女儿找回来了，又收了个好徒弟，现在呀又收了个好女婿，这可真是喜事连番来呀！前辈，晚辈想在您这里留宿几天。你是我的女婿，这就是你的家，还说什么打扰不打扰的啊？姓白呀，去打扫一个房间出来。是师傅。你就在这好好的住上一段日子，正好啊，也好陪陪我们母女俩。水师姐，铁大侠，房间已经收拾好了，要不你们去看看？我先走了啊。沈星白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打灵儿和花大娘的主意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还有，我早晚能抓住你的狐狸尾巴，看你还怎么骗人！灵儿，走。汤哥哥，你看这房间怎么样？不错，挺好的。那就好，你先休息吧。哎，灵儿，我现在还不累，你能留下来好好陪陪我吗？你要我陪你多久，我就陪多久。灵儿，你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啊？总不能永远待在这里吧？花大娘，她虽然不是我的亲娘，可她比亲娘还疼爱我，还关心我。本来我想再待一段时间再去找你的，现在你先找到我了，那不就行了？可是你总不能陪她一辈子吧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也许花大娘她真的能找到自己亲生的女儿。你这个丫头啊，就是心地太善良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外面江湖险恶，你留在这里可能会更安全一些。我知道。我知道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做，可是你能不能在这里陪我几天？三弟现在已经回大齐门了，只要等他劝服他爹，这样消除五福和大齐门之间的恩怨就指日可待了。到时候你就可以天天陪我了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灵儿，不过这几天我会留下来好好陪你的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你知道吗？这里呀，有一种很漂亮的小鸟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走。走。爹，近日三弟回来，咱们父子三人团聚，该干一杯。来，干。爹，孩儿这次在外面遇到了娘亲。你娘？对，
他现在挺好，住在长春岛。娘跟我说了，我们大齐门与五福之间的仇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娘的怎么说？我娘说，确实是咱们大齐门的仙人有错在先，所以，哼，一派胡言！你娘是被我赶走的，她当然说大齐门的不是。可确实是我们大齐门的仙人像您一样子，抛弃了妻子，所以才有这场江湖浩劫的。云铁两位前辈在武林中德高望重，他们不只是用武功来服人，品德也非常重要。他们怎么可能像你娘说的那样做出不道义的事情来呢？可这是事实啊，爹！这不可能！爹，三弟他不会骗您的。是啊，爹，孩儿怎么可能欺骗您呢？如果你们相信，跟我一起去长春岛问我娘。哼，女人的话我才不相信呢！你们两个是被女人迷昏了头，才做出这等荒谬的事情。可是我，可是什么？没什么可是，你不要说了。爹，您别急，咱们坐下慢慢聊。臭小子，还我儿命来！姓盛的，也来得正好。今天老夫就要你的命。好啊，你们云家今天都到齐了，我要你们给我儿一块陪葬。你听我说，你个臭小子，你和天堂都反了是不是？不是啊，爹，这本来就是场误会，你们别再打了。好啊，你现在竟然帮着外人说话，等我杀了他，我再来教训你。爹，站住！别追了，别追了，你往哪儿跑？站住！爹，别生气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快，走。大娘，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，你赶快离开吧。我想我爹不会那么快追上来。你这臭小子，不要以为你救了我的命，我就不杀你了。我一定要杀了你，为我儿子报仇。大娘，你杀我可以，但不是现在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呢，所以我还不能死。哼，你说的倒好听啊！等我化解了大齐门与五福之间的恩怨，我自会让人带着我的人头去见你。臭小子，你只会说，你不会做。既然你不信就算了，反正你现在也杀不了我，你不如赶快离开吧。好，我走，我就等着你拿人头来见我。你这个臭小子，我要为我儿子报仇，你拿人头来见我。谁敢帮他？大哥，这儿已经跪了3个时辰了，您就原谅他这次吧。才跪了3个时辰，他私自放走了敌人。你是本门掌刑之人，你说该如何处置他？爹，孩儿就是不想增加和五福之间的仇恨，才放走盛大娘的。你还敢狡辩？你以为放走了盛大娘，她就会感激你吗？大齐门和五福的仇恨就能化解吗？你简直异想天开！可是你要杀了盛大娘的话，那我们之间的仇恨不就更深了吗？你可知道他们害死了我多少人吗？这笔账你为何不算算清楚？每天就知道和铁中堂这臭小子鬼混，来反对我。爹，二哥和我一样，知道我们再继续仇杀下去，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，所以我们才劝爹一定要化解这段仇恨才是啊！你放屁！我怎么做还要你来教训我吗？大齐门世世代代的仇恨，是说解决就能解决得了吗？你这臭
臭小子什么都不懂，还敢在这儿来教训我！爹，你不要再固执了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个样子，才弄成现在这样的局面。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。你敢教训老子？反了你！你真是不可理喻！我今天非打死你！大哥，大哥，站住！脾气暴躁，你就不该生他的气。一开始就是他错了，他除了骂人还打人，是个食古不化的老顽固。哪有你这样骂自己爹的？本来就是，我没有错误，我不会向他承认错误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出去待几天，好好想想怎么说服你爹，化解与五福的恩怨。这几天我先跟他老人家说说。这能行吗？你放心吧，交给我吧，我自有办法。里边请，您随便坐。去吧。是。林大哥，真的是你啊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喝上闷酒了？是你呀，来坐。林大哥，你那个漂亮媳妇呢？怎么没来陪你？还不是我那个食古不化的爹，代代在帮我劝他呢。哼。你也有个顽固的老头啊！我太能理解你的感受了。我一直认为我爹是世上最顽固的了。不过你还好，你还有温姑娘帮你劝他。可是我呢？怎么，雷兄弟，还在找那个玲玲姑娘？是啊，找了那么久，可是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。你放心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只要你坚持找下去，就一定能找到。但愿如此吧。来，咱们俩喝一杯。云兄啊，小弟不喝酒。对啊，看我这记性。酒我是不喝，不过喝茶嘛，我倒是可以陪大哥喝上几杯。好，小二，来壶茶。来了。愿雷兄弟早日找到玲玲姑娘，我先干为敬。二位爷，请慢用。承你吉言，来干！来，来，义父。啊，好。慢点，慢点。你看您身体不好，还那么辛苦，这些兵器啊，让女儿去送就行了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洛阳李家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咱们怎么能怠慢呢？那也不用您亲自送去啊。这是礼数，我得亲自送啊。
啊，和雷兄弟喝完酒啊，现在心情真是好多了。说得对。哎，喂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喂，玲玲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玲玲，你听我说，你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我女儿啊？不是，玲玲，你仔细看着我，我是小雕啊。什么小雕大雕的，想耍无赖啊？你找错人了。哎，玲玲，让开！爹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雷兄弟，你别那么冲动啊！哎，小伙子，原来是你呀！他是你朋友啊，你好好劝劝他，别年纪轻轻的就如此猖狂。我，爹，咱们走吧。哎，雷兄弟，他好像真的不认识你。不可能吧？他一定认识我的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先跟上去看看，别那么冲动，否则事情会越来越糟的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好好听我说话。小子，你有什么话就说，何必鬼鬼祟祟搞偷袭？哎，我要不是这样，我一说话你们就动手打我，你要我怎么说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你真的不认识我吗？有些面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那当然了，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你当然见过我。小子，你真认识何一？你不是在骗人吧？您放心，我的朋友并不是坏人，他只是在找他的媳妇。哎，实话跟你们说吧，何一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哎，她是我几年前在一个山脚下救下来的，当时她受了伤，结果醒来的时候什么都忘记了，也没办法把她送回家。正好我无儿无女的，就把她留在了我身边，认作干女儿。这几年我一直都在帮她查清自己的身世，可怎么也没有结果呀。啊，她是我的未婚妻啊，我们马上就要成亲了。可是他们家被人寻仇，玲玲就不见了。我这些年一直在寻找她。哦，你真的认识我吗？没关系，慢慢想，我们一定会想起来的。小伙子，赵大叔，有什么事吗？可以就拜托你们多多照顾了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待柳姑娘的。爹，你干嘛去啊？啊，我得给人送货去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何一啊，爹一个人去就行了。你跟他们在一起，可以想起以前的事情来，让他们带你回家。爹，何一，你回家以后，别忘了有空来看看爹，啊，那样爹就心满意足了。我跟你说，对了，你知道你本来的名字叫花玲玲吗？花玲玲。对，
不记得没关系，我以后啊慢慢告诉你。雷兄弟，既然你已经找到玲玲姑娘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告辞？云兄弟要去哪儿？云兄弟既然没有地方去，为什么不跟我们在一起呢？这样你可以帮我让玲玲想起以前的事。我以前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，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。我也是啊，正好两个人一起想，总比我一个人干着急要好得多。哎，雷兄弟，你不妨带着玲玲姑娘回到她以前住过的地方看一看，或许对她恢复记忆有所帮助。对呀，她对那儿印象那么深刻，一定会想起什么的。走，玲玲，我带你去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。雷兄弟，你带着玲玲姑娘回家好了，我就先离开了。那怎么行呢？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一定要跟我走，我要好好谢谢你。不用了，一定要的。走。玲玲，这就是你的家，你从小就生活在这里。我好像来过这里。你何止是来过呀？你从小就生活在这儿，你一定会有印象的。三位是干什么的？玲玲，走。花大娘，是我小雕啊！你看，我把玲玲给带回来了。放屁！我们家玲玲好好的在家待着，要你带什么？玲玲在家。玲玲，快来！傻小子，看到了吧？水姑娘，三弟，二哥，二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他是我的女婿，当然会在这儿了。什么？你说这位姑娘是你女儿？花大娘，你没事吧？你看看我，仔细看看我，我是谁？傻小子，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啊？你不就是雷小雕吗？哎，怪了，你还认识我？那你怎么不认识你女儿花玲玲？你少来骗我！我知道你带个女人来见我是干什么的。什么？我们玲玲喜欢上了铁中堂，人家一表人才，气度非凡，所以玲玲自然会离你而去。你就带个女人来气气我们玲玲，是不是啊？他，哎，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刚才那个人是谁吗？你再仔细想想，她是你娘啊，你一定会有印象的。我想不起来，我真的想不起来，我的头好疼。好了好了，头疼就不要想了，别着急啊。原来是这样。对呀，怎么办啊，云大哥？现在不止女儿失忆了，连当娘的也是一副不认自己女儿的样子。你说，哎呀，雷兄弟，你这样走来走去也不是办法，你不如安静下来，总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嘛。都是你的错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要不是因为她，花大娘怎么会不认自己的亲生女儿？一定是你骗了她，让她认你做亲生女儿。你别血口喷人。要不是因为她，玲玲母女怎么会不相认？你于心何安呢？你不要这样蛮不讲理好不好？是花大娘非要认我做女儿的，我是看她可怜，不想让她伤心难过才留下来的。照你这么说，倒是我错了。就是你的错，要不是这样，你又不是人家女儿，你干嘛做这件事情？哎呀，雷兄弟，我知道你心里很着急，可是你不能颠倒是非啊！你先安静下来，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吧？啊！哎。
再不出来，我可出手了！雷大侠，我这不在这儿呢吗？你鬼鬼祟祟的，在这儿干什么？姓沈的，你敢在我面前出现，我今天非杀了你这狗贼不可！哎呦！